作同姐姐嘅 schedule 係點樣溝通咧？嗱，因為每一個家庭都唔同嘅，咁我覺得最 basic 咧就係譬如每日早上要幾點鐘起身啦，晏晝幾點鐘要接小朋友放學嘅 schedule 要話俾佢知啦，同埋幾點鐘要做好晚餐啦咁即係要俾一個嘅 basic 嘅 schedule 俾姐姐知道咯，因為姐姐新嚟嘅，咁有好多佢都去摸索緊你個家庭嘅要求個個家庭都唔同嘅，咁所以咧你將最 basic 嘅 schedule 俾咗姐姐咧，姐姐就去跟你個 schedule 行咯。咁如果我覺得咧有時同姐姐溝通咧就唔好每一日都話住姐姐呢樣唔啱嗰樣唔啱，咁其實可以統一俾佢做10日之後坐低再傾嗱，呢10日你做到嘅嘢咧唔係我想要嘅嘢，你啲時間錯咗啊點樣？統一一次同姐姐傾。如果你每日同姐姐傾咧，姐姐就會好大壓力，覺得自己係咪做得好差咧咁樣。所以我就希望啲僱主咧好好地同姐姐商討點樣去處理你哋家庭嘅要求。OK，嚟香港做嘢咧，佢一定會有啲即係情緒佢都需要時間去融入你個家庭嘅，因為佢會離開自己嘅屋企2年啦，佢可能初嚟咧，佢就會覺得係一個陌生嘅地方，咁又掛住自己屋企啊，咁個情緒又好似有少少憂鬱咁樣，咁所以咧初嚟到嘅姐姐咧，麻煩啲僱主真係俾啲耐性時間俾姐姐，好嘛？姐姐都會盡量喺短時間係會去跟隨你要求去個 schedule 嘅。你唔可能要個姐姐咧一嚟到就全部都知道，係咪啊？好嘛？咁多謝你。